翻側咗嘅汽車嘅車底度，前輪嘅軸度有啲好似女人頭髮嘅嘢捲住咗。歡迎收睇《藍秀朗之都市鬼話》，今次係會講日本一單靈體搭順風車嘅真實事件。喂，何來真實先？係因為有當地嘅警察認證，仲要上埋報紙刊登咗呢單新聞出嚟嘅。聽鬼故之前，請先訂閱呢個頻道同埋點讚分享。其實今次準備咗幾單嘅靈體搭順風車嘅靈異事件，我哋將頭先預告咗有警察同埋報章佐證嗰單擺後少少，賣個關子先。我先講一單係近期一啲嘅事件，呢一單係發生喺高速公路上面嘅。咁要先介紹呢一個背景，就係呢間公司啦，叫 Nekusco。可能大家會諗，咦，藍生讀咩咁奇怪嘅 Nekusco 嘅？因為 Nesco 係英文，咁 Nekusco 咁就係日文嘅讀法嚟㗎。呢一間係日本好大嘅高速公路嘅管理集團嚟嘅。咁其實佢係可以叫簡單講啦，關東地區、關西地區同埋日本中部都有佢嘅網絡喺度。香港嘅高速公路咧係唔收費，只係隧道會收費嘅。咁日本呢啲高速公路既然收費，個路面要管理得好企理啊！舉例咩叫企理啦？如果上面有啲雜物，舉例唔知邊個抌咗個垃圾咁冇公德，然後影響到其他駕駛者嘅安全的話咧，咁呢間公司係會派出職員咧去處理啲垃圾或者等等各種嘅事項嘅。咁所以呢間公司係每晚每日都有職員咧係開佢哋嘅巡邏車去公路上面去巡邏，睇下有乜嘢嘅異常嘅。嗱，咁有一單嘅靈異事件咧，就係兩位巡邏員佢哋工作時候遇到親眼目睹嘅事情嚟嘅。咁有一晚呢兩個員工咧，一如過往就喺高速公路上面就巡邏嘅。咁佢哋做啲咩工作？頭先都提及過啦，就係巡下路面有乜嘢嘅異常啊等等啦。如果有路面舉例損毀啊，或者係一啲垃圾啊，就要通報翻相關嘅同事去處理。當然啦，如果發現有事故，更加係要即時聯絡有關嘅團隊去現場度救援啦，同埋去處理嗰個場面嘅。兩個員工佢哋係輪流揸車嘅，因為據佢哋所講咧，每一晚係平均開500至1000公里，一啲都唔誇張。大家想象下，當時速開90公里，咁你工作8個鐘，乘一成條數已經係720公里嘅喎。嗱，咁當然唔係話開足720公里唔休息啦，架車都要入油，人都要去補充體力，譬如去飲下咖啡、食個三文治，或者要去下洗手間㗎嘛。咁有一晚，呢間公司嘅兩個員工咧就巡邏完之後咧就不如係時候中間休息下，去一個公路休息站嗰度停一停車，去買杯咖啡，去洗手間。如果大家去日本玩過自駕都清楚，佢哋嘅休息站分兩種嘅，咁有一種叫做 SA Service Area 嘅簡稱，有一種叫 PA Parking Area。咁 PA 簡單啲啦，即係有當然兩邊有得泊車啦。PA 咧，佢可能只係得自動販賣機，未必有人喺度即時煮一啲食物俾你嘅呢啲餐廳。咁 SA Service Area 就齊全啲啦，又會有油站啦，當然自動販賣機會有啦，洗手間必然啦，車位啦，同埋有24小時專人去做各種各樣嘅食物俾你，即時可以食到熱騰騰嘅拉麵又好，各種嘅食物嘅。咁當晚嘅時候，呢兩位主人翁佢哋就泊咗一個 service area 嗰度，就頭先所講休息下買飲品，去洗手間。佢哋咧非常有職業道德喎，係泊位咧揀位嚟泊。喂，點揀位咧？大家揸車嘅朋友，香港可能泊車咧喺商場裏邊會專揀一啲好近出口電梯附近嘅車位嚟泊嘅。呢兩位人員咧，理論上都可以泊啲比較近洗手間、比較近食店啊、自販機嘅位置嘅車位㗎嘛。佢哋呢啲員工咧獲得公司嘅一個指導啊，特登要泊遠少少。點為之泊遠啲？因為一啲大嘅 service area 佢好多車位嘅，可以距離嗰個洗手間啊同埋食店好遠位置。佢哋故意泊嗰啲位置，因為咧留翻啲好位俾客人啊嘛。佢哋都係服務呢個高速公路嘅啫。泊完啦，跟住頭先所講。休息完買完飲品，翻嘅車上面準備開車去繼續佢哋工作。佢留意到
側邊有一部車係一部跑車嚟嘅，嗰個顏色好獨特，咁所以佢兩個開甩車都係愛車之人啦，望多兩眼。佢留意車上邊咧個司機男士嚟嘅。後生仔佢咧就攞住啲食物，當佢攞住個飯團喺度嚼緊啦，食咁啊，食完可能等開車去第二處地方喎。而呢一個跑車上面嘅男司機旁邊嘅我哋叫助手席嘅位置咧，上面坐咗一個後生女仔，咁佢坐喺度又冇反應咁。呢兩個高速公路巡邏員佢哋嘅眼中去覺得咧呢對男女係咪咩啊冷戰啊？個男朋友咧同女朋友鬧交，舉例啦，女朋友不如嚟到呢度，不如食啲嘢。好啊，男朋友食啲咩啊？不如食飯團。男朋友有冇搞錯啊？嚟到梗係食拉麵啦，食飯團。咁樣，即係大概想像係咁樣嘅場面啦。男朋友唔理佢啦，自己喺度嚼飯團。咁嚼完飯團就開車咯喎，開車話跑車嚟㗎嘛，跑車啫，你可以開得快，但係咁都唔會太過分啦。一踩入嘣一聲飆出去，咁呢兩個高速公路巡邏員望到，哇！後生仔，你有錢買跑車啫。話都唔使咁揚啊嘛，起步嗰下都咁快，而家叫你賽車咩？佢哋兩個就望咗望，互望一眼，咁樣揸車都得？喂，即係唔係話就你，好易發生事故㗎喎。唉，後生仔，跟住佢哋就正常地開車啦，就出去巡邏工作。哇，唔使好耐就收到佢哋嘅同事聯絡，就話兩位。你哋所在路段邊度啊？咪報咗個位置啦。其實你離你哋唔係太遠嘅位置啦。喺前面度係有架車就發生事故撞咗喎，就冇反到就翻側咗，就唔係四輪朝天。嗰部車就乜乜乜嘅跑車嚟嘅，顏色咧就呢一個。佢兩個喂，頭先你見到個後生仔開個跑車，咁飆出去，我真係話口未完，頭尾都唔夠15分鐘，就喺前面度炒咗。咁幸好就未至於四輪朝天。喂，翻側咗都有風險喎，我哋去睇一睇個司機同埋個女乘客有冇事啦。去到嘅時候，翻側咗嘅車嘅司機，即係頭先嗰個後生仔，就喺個車門度慢慢爬翻出嚟。咁佢輕傷咗，算佢好彩啦。呢兩個巡邏員落車就問：喂，先生，你點啊？有冇事啊？冇事，好小事，輕傷嘅啫。其實咁你女朋友咧？咁咩女朋友啊？咁樣唔係啊？你載埋一齊個女朋友去咗邊度啊？個司機就講。你係咪眼花？我由頭到尾得我自己一個喎。咁呢兩個巡邏員就唔信啦。喂，你唔好講大話喎。我頭先咧喺個休息站裏邊咧見到你食緊飯團喺我哋側邊兩個車位嘅咋，睇住個女朋友喺個助手席上面，咁兩個冷戰嘅嘛，唔開聲。我見你飆到咁快，都想喝住你。喂，唔好開咁快，後生仔，跑車啫，超出物理學嘅狀況，都會跣胎會翻車噶嘛。明明睇住你側邊有個女仔噶啦。但係呢個司機咧就點都唔認喎。好啦，點解呢兩個巡邏員要同佢討論有女朋友定冇女朋友啊？係咪呢兩個？我哋好羨慕你有女朋友啊！唔得，你有女朋友一定要認。都唔係咁樣。原來咧，日本好獨特嘅法律嘅。如果個司機飲咗酒，助手席嘅假設女朋友咧知佢有飲酒而讓佢開車咧，係會成為共犯，佢都有法律責任嘅喎。嗱，扯遠少少。喺日本度一啲鄉下地方，如果門外得幾個車位，個店主好易見到你泊車食嘢啦。你泊車入到去，然後老闆啤酒飲完又飲，飲完又飲。個老闆知你揸車嚟而繼續賣酒俾你咧，呢個客人咧，老闆都會犯上係醉酒駕駛嘅罪名嘅。咁所以日本呢一方面嘅法律係咁咧，兩個巡邏員一刻咬定呢個司機有女朋友同行嘅，佢懷疑會唔會佢有第二啲嘅因素啊？飲咗酒，甚至會唔會佢濫藥啊？咁撞車嘅時候，警察嚟到會查問噶嘛？個女朋友就走先啦，所以先至咁緊張，一口咬定佢有女朋友。但係司機矢口否認，咁點算好咧？都冇法㗎，唯有等警察嚟處理呢件事啦。咁喺嗰刻嘅時候，呢兩個巡邏員就望下發生咗事故呢部跑車啦。頭先都提及過佢翻側咗啊嘛，所以個車底就露咗出嚟嘅。咁佢哋就見到車底，望下先。呢個肇事嘅司機就講啦，其實咧，雖然我揸跑車開得快，但我技術其實好好嘅。唔知點解咧？頭先呢個路段嘅時候，我扭彎咧，嗰盤軚唔聽使咁，扭幾都扭唔喐，夾硬嘭咁咪條路邊度咯咁樣。咁呢兩個巡邏員姑且聽呢個司機咁講嘅，佢哋自己就行埋去查一查個車底有冇乜嘢嘅古怪嘢，有冇撞爛啲咩嘢咁，會唔會漏油咯？佢哋就發覺車嘅前輪嘅嗰個軸嗰度，有啲好奇怪嘅東西，就係好似有啲黑色嘅鋼索咁索住嗰條軸喎。行埋去望清楚，咦？
唔係啲鋼索嚟嘅，只係一束好粗好長嘅頭髮捲住嗰度。奇怪，何來嘅頭髮捲住嗰度咧？即使頭髮，你冇理由可以箍到嗰架車嘅軸，令佢發生事故，連啲頭髮唔斷噶嘛？咁佢哋就奇奇怪怪咁樣，但係都未能夠再做下一個反應，去問個司機發生咩事。救護車同埋警察嘅車已經到場，咁將所有嘅人員去問話，同埋將嗰部肇事嘅車拖走咗啦。呢一晚過咗去之後，兩個巡邏員後期收到驗車公司提交嘅報告，話嗰部車咧一切如常，乜事都冇，冇機件嘅故障，只係懷疑個司機咧係可能開得太快，或者技術不足，或者反應過慢而造成車禍。巡邏員就好奇怪啦，喂，唔係喎，我哋明明見到翻側咗嘅汽車嘅車底度，前輪嘅軸度有啲好似女人頭髮嘅嘢捲住咗，咁當然冇理由女人頭髮啦。頭先都提及過，女人頭髮點可能會令自架車去失事呢？但係翻去驗車嘅時候，話車底各種各個零件乜事都冇，冇任何異常喎。咦？點解嗰束好似又似鋼索又似頭髮嘅東西唔見咗嘅呢？唉，唔理佢啦，會唔會我哋兩個眼花呢？再過幾日呢，又收到新嘅消息喎。原來呢一個肇事嘅男子開跑車呢一個呢，係被警方扣留落案。起訴佢咩罪名啊？原來話呢一個男子係肇事翻車之前呢，喺大阪一處地區度一個十字路口，佢就衝燈將一個女大學生呢撞到 hit and run， 佢係不顧而去。呢個女大學生送到醫院之後呢，係宣告搶救無效嘅。呢兩個職員回想翻，即係靈異事件嚟嘅喎。跑車司機喺大阪撞到個女大生，女大生不幸魂歸天國，然後佢個靈體跟住呢一個跑車嘅司機嘅車上邊，所以巡邏員喺高速公路休息站望到車上面助手席嗰個女子，其實係女靈體嚟㗎。呢個女大生嘅靈體故意令呢部車翻車失事之後啦，咁警察咪嚟到將呢個男子帶處調查，呢個男子咪會被警方起訴，會受到法律制裁咯。呢件係一件靈異事件，但係兩個巡邏員唔算覺得好恐怖，因為靈體只係會搞害佢嘅人。可以話冤有頭債有主。以下就會講呢條短片嘅戲肉，即係有日本警察同埋日本報章佐證嘅真實靈體搭順風車嘅事件。主人翁叫做阿鐵，鐵人個鐵，佢好鍾意周圍打聽鬼故事嘅。咁有一次機緣巧合遇到幾個陌生男子，就問下佢哋有冇咩鬼故啦。佢唔係單刀直入嘅，因為眼前呢幾個男子咧有少少兇神惡煞嘅。阿鐵形容咧，男子們咧而家應該有60零歲嘅，相信嘅後生嘅時候曾經係不良少年，甚至係暴走族。呢個日文漢字可以理解為飛車黨。阿鐵覺得只要低聲下氣、禮貌啲，總會問到嘢嘅。幾位啊，其實後生係咪中意揸下車咁咧？佢哋幾個好似 get 到阿鐵講咩喎？你暗指我哋飛車黨嚟嘅係嘛？其實事實都係。咁阿鐵就再問：喂，幾位啊，有冇靈異事件遇過啊？佢哋其中一個，我俾個名佢叫做阿司，司機個司。呢個阿司就話啦：近年就冇啦。我後生嘅時候，30幾年前遇過一單，講你聽，唔知你信唔信啦。阿司佢曾經係暴走族啫，咁但係去到20歲出頭嘅時候，都修心養性，正經揾份工作去維持生計。既然中意揸車，佢選擇做的士司機。當時服務嘅地區係關西大阪一帶，咁但係大阪都分好多地方㗎，唔係淨係大阪站或者梅田附近咁旺㗎嘛，亦都有啲好靜嘅街道㗎。有一晚，阿司當時只係20出頭嘅年紀，佢開住佢部的士就駛到呢啲好靜嘅街道度接載啲客人。好啦，放低咗客人之後，周圍兜下有冇嘅其他嘅客人需要用的士啦。佢就經過一處一間小學。小學旁邊咧有個女仔喺度喎，佢話係一個後生女仔，短頭髮着裙嘅。既然入佢手，咁阿司當然就慢慢開車過去載呢個女乘客上車啦。上車之後問小姐想去邊度，小姐講出一處目的地。喺嗰個年代咧係未有 GPS 嘅，咁阿司就同阿小姐講啦：嗰段路咧我唔係好熟㗎，小姐麻煩你可唔可以沿途指引我行邊段路咧？冇問題啊，開車啦。阿司咪照正常開車咯。佢話程車都唔短㗎。都開咗差唔多30分鐘，又去到一處分岔路啦。佢就問個女乘客：小姐啊，請問轉左定轉右啊？女乘客就冇答喎。阿司正常反應，望一望倒後鏡，咦，
女乘客唔喺度嘅。嗱，嗰刻佢唔係諗咩靈體消失咗呢啲嘢，佢好驚個女仔會唔會暈咗啊？佢即時將架車泊埋路邊度，拉手掣，小姐小姐，一回頭一望，冇開過車門，但係呢個小姐竟然係憑空消失咗，佢就好驚啦。咦？點解會咁樣㗎？我撞鬼啊！佢開車去派出所揾警察幫忙。聽到呢度，可能大家會拗晒頭，喂，你撞鬼啫，揾警察咩事啊？嗱，日本嘅的士制度同我哋非常之唔同。香港大家都知道啦，絕大多數的士司機一係部車係自己嘅，或者的士牌都係自己嘅。第二就係租人嘅的士嚟開，總之自負盈虧啦。嗰晚你載得多客人，生意多，咪你賺多啲咯。嗰晚如果比較冷清，咁冇法子喎，收入比較少喎。日本嘅制度咧係分第一個人的士，即係類似香港嘅的士制度，多勞多得。另一種制度就係打工，嗱，類似香港揸綠色小巴。總之你負責開車啦，公司俾一份定薪你生意多生意少都係收嗰份人工。可能大家會諗，哇，咁我蛇王吞泡唔載客咪點？唔係㗎，你如果打工嘅的士司機咧，嗰晚嘅生意翻去擘大咁少嘅，公司就會話，咁你自己醒目啦，鬥多幾粒鐘啊嘛，就會咁樣叫你㗎啦。如果唔係啊，喂，炒魷㗎嘛。阿師正正就係做第二種，就係幫公司打工啊。嗱，如果落咗標，個乘客係鬼嚟㗎，消失咗，佢翻去咪要賠呢筆錢咯。咁佢覺得唔抵，所以開去附近派出所就同警察講：警察啊，我撞咗靈體啊，所以我想你作證。警察就最初，喂，唔係馬先生，你撞鬼都揾我。咁啊，警察就既然冇咩好做咗，好啦，我陪你查下啦。當晚警察仲要兩個一齊出動啊，可能比較空閒啦。警察 A 同埋警察 B， 一個資深一個冇咁資深，佢哋就開住佢哋嘅警察巡邏車，跟住阿師嘅的士開翻去接載所謂女鬼嘅地方度，沿途行咗一轉喎。咁但係警察跟完停車，阿師先生，我唔係唔信你嘅，不過你冇證冇據咁，我點樣信你咧？咁唔係啊，真係，咦，咪住，警察先生你講嗰個證據，我記得啦。其實咧，我報警之前咧，我做過件事，會咩事啊？阿師先生，原來阿師就話啦，佢接到個女鬼啦，嗰陣好驚，跟住諗住開車報警。之前咧，佢好細心徹底地揾下後排座位有冇咩嘅唔妥之處啦。佢就發現咧，嗰張坐墊咧污糟咗，濕滴滴，有啲泥巴，污糟嘅，就攞出嚟抌喺路旁嗰度，然後先開車報警。同警方講嘅時候，咦？咁真係有證據喎，係靈體整污糟嗰張坐墊喎。雖然警方諗，喂，點證明係靈體啊？唔緊要咯，我陪你揾證物啦。花咗少少時間，終於喺個路段揾到嗰條抌咗喺路旁嘅濕滴滴有啲泥巴嘅嗰張坐墊。呢度啊，警察先生，我揾到喺呢度啊。咁警察就咁好啦，我攞翻去作為證物啦。警察先戴上手套，就行埋去準備執。假設個前輩，咪住。點解我執啊？喂，後輩，你戴手套，你執咁嘅污糟嘢。好啦，呢個後輩嘅警察戴咗手套，一點樣坐墊，佢哋現場3個人6隻眼就望到靈異事情發生。一掂過一張坐墊，發出一啲爆炸聲，然後化成一縷煙。唔單止係咁，飄出咗5至6個藍色嘅光球，你可以稱為鬼火啦。然後飄上天路，一啲都唔誇張，佢3個都親眼見到。佢哋當然現場就個個睇到呆晒啦。警察處理咗呢件事嘅時候，唔能夠唔寫報告。結果佢向上頭提交個報告，將呢個過程一五一十講翻上去。呢件事太特別啦，令至到報章嘅記者都聽到咧嚟去採訪，所以將裏邊嘅細節巨細無遺寫咗出嚟，刊登咗喺報章上面。阿師講完呢件事，阿鐵就聽咗，信唔信呢？半信半疑，但係你講到實牙實齒，個報章都登過，咁就問阿師啦。邊份報章？我唔記得咯。總之有登過啊，我只記得係唔係啲咩讀賣新聞、朝日新聞，喂，呢啲咁嘅瑣碎事點會全國新聞會買報章咧？係地方新聞，你揾翻我哋關西地區大阪當區嗰啲報章可能有嘅。阿鐵真係翻去都慢慢揾，佢去到圖書館度揾啲 microfilm，咁結果咧。皇天不負有心人，揾嚟揾啊！佢話87年嘅某日嘅報章真係有記載呢件事，不過咧裏邊嘅內容係有啲唔同喎。佢就話有個後生仔
20出頭啦，開部車載咗個女乘客上車，一模一樣啦，女乘客唔見咗，就只係留低一張污糟咗嘅坐墊，然後一模一樣嘅情節，佢報警，警方去現場就掂到張坐墊，噗一聲，將坐墊飄咗5、6個藍色嘅鬼火，然後就消失咗啦。嗱，報章嘅報導嘅內容同阿鐵所聽阿師所講係有啲出入嘅，個身份唔同咗，當事人由的士司機變成一個普通嘅後生仔。阿鐵就猜想啦，會唔會當時記者嚟到採訪啦，就為免影響的士嘅生意，司機就話：喂，唔好話的士司機啦，你照話有遇鬼載咗個靈體上車，警察見到嘅事，警察喺現場力證真係見到靈體嘅，可以照寫落去嘅，所以就變成咗呢一個咁樣嘅報章嘅報導啦。大家有咩意見可以留言區話俾我知啊，下條片再見，拜拜。